来最近这个网络咧传一段影片，都是有一顶高山啊跳落人家厝上尾楼的水塔浸水洗身区。画面上显示的地点是高雄鼓山区茶山沙卡的住地区。一顶高山啊，先爬起的电缆线，刷来是跳落透天厝的上尾楼。也毋过上尾证实讲，这支影片的地点是伫印度，毋是台湾。茶山卡的乡亲讲，徛喺附近，定定拢会当看到高电，已经无奇怪咯。专家嘛讲，天气若伤热，高山啊，确实是会浸水泡水来降温透心凉。陈经理因为高电来啊，10外只狗为电线爬入人家厝。刷来跳入水塔去浸水洗身区，将人家厝的水塔当作是浴缸。画面显示的地点是伫高雄鼓山区茶山卡一带。它是做大一只在这。来到现场，随看到山狗，一开始伊想要入去人家厝，要毋过门拍袂开，结果规气挽一粒山啊伫树仔脚底食。在地乡亲讲，这个高电出现已经是惯事啊。他有在拜祖先嘛？那些祭品啊，真的被口子，他就是拿一拿他就走了。香蕉吃一吃啊，整个弄到整个客厅乱七八糟。这个山狗3不5时啊，就会入去人的厝内捡物件食，搁乌爸母，所以佫有住户伫室外就安一领网啊，防止这山狗入去。那咧，敢有人看到狗真正入去，人徛喺水塔洗身区的？阮咧水塔有锁匙，有锁掉咧。因为阮拢惊讲狗飞去要来咧洗身区，阮就去了，阮有锁匙锁头锁的。在地人讲，早就有想办法防范啊，所以讲水塔拢坎挂搁斗伫咧锁头。那呢，这个狗伫水塔洗身区到底是倒一户？原来发生伫印度。当时那个影片是在描述说印度连日高温，所以呢，猕猴呢，他们为了要消暑，才会到水桶里面去戏水。专家表示讲，天气若伤热，狗确实用浸水的方式来降温。这2天南部的天气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机会，这嘛好这段狗浸水凉一个这个画面，和大家咧传来传去。虽然经过证实讲这毋是伫台湾，不过南部欠水，天气搁较热，这毋若山狗尔，恐惊连人都强要挡袂掉啊！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